我要带大家关心菜价，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菜市批发价加减有起，菜市像讲是菜叶类汤丝仔菜，也有硬菜起上济。另外，葱仔1公斤已经起到128块银，一寡人赶紧先来到大卖场买转去炖，业者嘛提早准备加进一寡菜色，也有泡面。风台来进前，就惊菜起价，有民众提早先来买菜。就怕台风来就很麻烦啊。 就跑来看看有什么菜这样，看一下我们的蔬果可以存放的哦。说真的，台风大家还是会怕啦。货阁真有够，唔过受到风台要来影响。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资料，菜叶啊类像讲汤丝仔菜，为1公斤17块起到27块；硬菜为1公斤23块起到34块；葱仔嘛为1公斤780块起到1公斤128块。看到这个介绍，和真侪民众拢目头格格。市场的话大概20块啊。 20块，它现在29块。这怕会出现抢水潮，因此呢，在卖场这边也准备了比平常多1成的瓶装水，要保持架上货源充足。不过还是可以发现到呢，其实这个瓶装水的销量还是相当不错。有一部分的鸡仔存无几罐水，另外像讲泡面嘛是风台来进前一定爱买，会当炖偌济就算偌济。刚好就是台风还有那个中元节的东西就一起买，多增加一些蔬果的一些量，因为现在刚好也属于中元档期，所以民众他也会在购买像是泡面，我们也比平常增加了大概2到3成的一个补货量。那预计像整体的业绩也会成长大概3成左右。风台加上中元节要到啊，看过去塞车内底拢是各种的食物，就惊风台来会受到影响，民众趁有闲的时间出门买物件来炖，卖场嘛早一步甲货保护网来为风台做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